我好似上個月咪有一期片去傾美國降息嘅。嗱，而家美國都揾到方法啦。你可以肯定嘅一點就係今年美國美聯儲佢大玩降息幾次都好，應該就有嘢補翻上去。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嗱，委內瑞拉嘅事件，大家就有討論到啦。歸納到而家網上熱議啦，有啲就係話要維持美元霸權，有啲為咗嗰個石油主導權。呢即係網上佢熱議嘅嗰啲論點都有啊。呢啲都係美國今次去捉馬杜羅嘅誘因之一。但係最主要嘅一樣嘢就係美國國內經濟禁唔住。我上年年尾12月份咪出咗期片去傾美國斬殺線嘅，我就今年無論如何 Donald Trump 特朗普政府佢美國一定要降息嘅，甚至乎一年內2026年啊，一年內美聯儲佢肯定要降幾次息嘅。佢上層資源佢要資本運轉起身啊嘛，唔係就停㗎啦。你明白？佢而家上層嗰啲錢停咗喺度啊，佢唔轉啊，係嘛？同埋仲有關於軍工複合體，我之後再出啦。其實我前排都出咗好幾條啦，你哋慢慢去揾翻啦。即係好明顯嘅一點就係而家美國唔使驚先啦，即係今年佢大玩降息，令啲資本運轉起身就唔使驚，即係個物價啦，即係壓得住個物價啦，係咪？你諗啊，如果佢一旦降息嘅話，啲物價一上漲，一通脹啊！你如果斬殺線嗰條片話齋，你美國嗰啲老百姓底層老百姓頂唔順，而家都好誇張㗎啦，好即係佢而家因為我有啲同學或者啲親戚佢而家喺美國生活㗎嘛，佢話部分地區嗰啲物價基本上你係冇辦法形容嘅。以前佢哋買餸乜嘢都唔使睇價錢，而家佢真係認真睇啊！佢咩事啊？點解咁誇張嘅個價錢就咁樣？咁所以而家可以美國佬可以即係做到嘅一點就係降息唔使怕先啦，可以撳得住嗰啲物價先。咁第二點嚟講就石油霸權啦，因為你明白一點就係委內瑞拉佢擁有全球最多嘅石油資源之一。如果當初唔係美國佬或者西方世界搞到委內瑞拉出口限制，真係嘅。如果唔係話各種限制委內瑞拉嘅話，當今嘅委內瑞拉如果正常咁樣發展嘅話，佢分分鐘有錢過嗰啲中東地區多得多啊！你明白？咁另外就係美元霸權啦，因為美元霸權佢背後就由美國聯邦政府同埋佢美國軍隊，即係其實就係美國軍事實力同埋佢美國成個國家嘅整體去背書噶嘛。咁隨住而家美國國力慢慢下滑，佢不斷要鞏固翻美元霸權。如果美元霸權失去咗，佢就徹底崩盤嘅啦。美國關於呢個美元霸權呢個議題，我之前都出過期片，有興趣嘅話咪去了解翻啦。所以美國就一舉兩得啦，今次打就打硬嘅啦，因為我之前出過好多期片，你關注我耐嘅，你我每日出片，你每日睇，其實你唔會覺得好驚訝。我只不過我提前幾個月預言咗呢個事件發生嘅啫，係嘛？因為我有信息，我有前瞻性嘅信息差啊嘛，係嘛？咁而家美國佢唯一可能面臨嘅一個困境就係一係佢一剔過搞掂委內瑞拉，如果唔係嘅話，佢衰得㗎啦。即係委內瑞拉佢另外嘅派係佢企硬同你反抗到底，咁你衰得㗎啦。美國下一個20年，下一個10年，佢係徹底踩入去㗎啦。同當年嘅阿富汗、伊拉克一樣，係有興趣嘅我同粉絲自己去了解下啦。所以多個就唔講啦，想縮減信息差嘅我同粉絲歡迎加入個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